留底线 ，Walker 晃过之后，这球很有耐心。Walker 左边底角3分球，对，全样给到 Walker， 反手，这球左手放进。Walker 成功的超截，前面完全没有人了。Walker 来一个双手过来，哇，在彰化县体育馆再度起飞。超截之后，3分球，重新打一个吸引包夹，最弱边的机会。哦 ，for three。多了，你到国外打球是一个强项。那另外在 UBA 的竞争度呢，现在也越来越强。对，其实你在 UBA 也可以学到蛮多东西的。德威给球之后顺势做一个掩护，溜到禁区的 Iceberg 得分。哇，其实我相信孟陈正杰再送出来，好球，Walker 快速得分，Walker 起飞了。上一场陈正杰，这一场是哇，给杰伦 ，Walker catch and shoot 在底线3分，哇！出手很快哈，哇，他 Walker， 哇，好，能里能外哦，今天非常全面，所以他对台湾这种可能更高强度的职业联赛有点适应不了。不过看起来是越打越好，剩2秒钟。Walker is on fire。Randall Walker 从外围杀进来，抛投的方式找篮筐 ，Walker 出来，必须要注意时间的，剩下最后3秒钟。Walker 弧顶跳投，3分球有，连续得到。Walker 又来了吗？45度角 ，back to back， 连得8分了，真的下重板了。Randall Walker 3分球又来了，我的妈呀 ！Randall Walker 停顿了一下，3分球又来了，哇！其实也不怕投不进啊，就是一直投就对了。是。哇 ，Randall Walker 篮底下漂亮的脚步，手上 Randall Walker 45度角，连线了哇！27分进账，今天又是形成一支的3线快攻哦。Walker 这边裁判哨音响了，正算加罚。这一下 ，Walker 剩下2秒的出手，3分线我的天哪 ！Walker 带球往禁区走。双手的严控，哇，这一球真的是超水准的一个动作啊！底线利用这个 down screen 出来之后，接到球，摆脱了张根玉，哦，距离1步的距离，哦，非常小的空档，他去展现出。